欢迎收听7月3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的11章18到23节。耶利米书11章18到23节，在今天这段分享当中呢，11章18节一直到12章6节，是耶利米书当中传统说耶利米的自白。自白什么呢？自白在当时他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，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他实际的情况、处境、感受，还有他的祷告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上帝把耶利米所遭遇的威胁跟危险告诉他，讲到他会像一只寻粮的小羊被拉到屠宰场，却不晓得他们的阴谋。他们说，趁这树茂盛的时候把它砍掉，来吧，我们把它杀了，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。于是在这里耶利米他祷告说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你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你鉴察人的心思意念，你把我的案情交在你手中，求你让我看见，你替我伸冤。在这里耶利米他将自己的冤情，将自己的心情，将自己的各样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。特别在这里指的是他生命遭受威胁，遇到危险。他祷告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他祈求上帝为他来伸冤，因为要来杀他的人竟然是他最熟悉的人。在今天这段经文中，接下来所说到的亚拿图人，他们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回到这个耶利米书的第1章第1节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清楚的看到，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。亚拿图就是耶利米的家乡，亚拿图人呢，他们就是他的同胞们。但是在先知耶利米要回应呼召来传讲上帝的话，虽然这话很不中听，而且与当时的整个环境现象看起来不太一样，但是呢，谁能够了解？即使连最亲近的人也不了解，连最亲近的人都要起来攻击他。如同到耶稣的时代，先知在家乡是不受欢迎的。他们可能会想，这个耶利米是不是中邪？他怎么都说跟我们听到的不一样的话？耶利米在这里真是苦啊！有的时候我们身处在罪恶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真是苦啊！当你要说出真理的时候，不仅要有智慧，找对时机，说对方式，有时候即使到那个地步说了，仍然是被拒绝，被攻击，甚至像耶利米他在这里是被威胁的。但是他知道上帝是他的保障，上帝是他公义的审判官，不是由这个了解你的人，或者是知道你的人来决定你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，唯有上帝知道你是不是合他心意的人。耶利米在这里，他将他的冤情交到上帝的手中，他知道上帝会为他做主。当我们在生活中回应我们的工作，回应我们的服事，回应我们在各式各样的需要上面，若是我们领受上帝的心意，有时要说出那个让人需要回到真理的话，我们真是需要求上帝来的力量帮助我们。但也不要忘记，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他是公义的，所以我们只要想自己是否行出公义，也祈求上帝给我们那好的时机，帮助我们，即使那个时候说出来不一定是让
这个环境，不一定是跟这个环境一致的，但是上帝总是有他自己的心意，我们只要顺服他的心意，相信深渊在主，他必来回应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更是要活出上帝话语的真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谢谢你在这段的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见主你必掌权，你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你不让你的仆人使女陷入在羞辱冤枉当中，而是主你不但主动提醒耶利米，告诉他他的处境，主你更是在他的祷告中回应他，他是你所爱的，主你对罪恶是不容这些罪恶来发生，而且你要救你的仆人使女脱离这些罪恶。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跟耶利米之间的关系，也让我们有信心在回应主你的道路上面要更加的活出真理。主啊，你也保守我们，教导我们的口，教导我们的手，当我们在回应主你的侍奉中，我们也要学像你，有从主来的公义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活出你的心意。谢谢你保守每下的时间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